无一个参像你这心肝遮强啦！我今仔日会来遮甲你解除这个魔力啊，是倒几位苦果去甲我哀求，我才有来呢。你无来甲感谢关倒转来，我要甲电死啊！来，免惊，免惊。都对咩？我是费尽偌济苦心才去请这西公级的来呢。哦，你搁家电甲花前开袂接了后开。好啊啦，莫当我咧假仙啦。谁唔知你一个当机一个倒头啊？两个串通好的吼，才安排这个骗局啦。哎呦，安娘，你莫咧乌白枉屈人啦，冤枉人。等你因两个什么串通好势，无可能伊也毋是变仙啊啦。那会无可能啊！你唔免他妈去替因咧讲话啦，你甲我点点啦。哎，迄个查某哩啊！我若无甲你教训啊，你唔知我厉害呢啊！哦，你的意思讲我是变仙啊？系啊。安尼好。阿娘，哎呦，厉害厉害！跳舞啊！阿母，紧坐，你好厉害！叫你说就说，叫你停就停。你唔通讲话，你就唔听。哎，你会惊未？你会惊未啦？惊！你这个查某哦，你死啊用水杯啊！啊，你搁再硬个，你若搁再硬哦，小等下我就从你的面搁甲你变歹，看你会惊未？拜托，我求你，我惊，足惊。惊到，莫后白讲话哈，点点。会使讲叫的，莫搁甲一两滴啊啦！我看吼，伊头拄互你安尼直洗到尾啊吼，哎呦，这世人我看拢唔敢看人拍干落啊啦！让我看我送伊来转啦吼。多谢哈，多谢你好，再见啊！再见，多谢啊！妹啊，好佳哉哦，是倒叫你西公级的来呢，啊，毋才会当甲你这个面恢复过来。对啦，人个哦。讲要互你水就水，发水遐厉害，你后白讲话，讲起来吼是倒球的吼去甲球呢，用好心感动伊才来啊！你搁怪人下你唔对啦。好啊啦，哦，恁遮呀，无采讲我咧听恁咯哈，哦，恁即马拢是倒球的人啊！好，你拢甲我出去，我不要看到你，拢甲我死出去，死出去！有出来，动啊！我动掉叫我过来。什么代志啊？当然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好，来啦。好。阿囝，啊？你有感觉无？感觉倒球的吼，最近那行动拢安尼怪怪的，讲安尼变东变西，搁交甲迄落啥物西公级的人啊。安尼你安尼讲我想着呢。伊就将吼，甲迄草手啊，迄件破插棒，变做足水足有气派，别种了，我就感觉伊怪怪的。这其中啊，一定有啥物玄机伫的。安怎？阿囝，我问你，你是毋是安尼的人？安尼啊，你虽然讲做人吼淡薄仔顾人怨，但是你毋通袂记，我是你亲生后生呢，当然徛伫你这边的咯。好，你讲安尼上好。安尼甲你讲，自今仔日开始啊，你着爱踮倒球的迄厝前后壁，甲监视，看伊的行动安怎样哦，爱转来甲我报告。安尼啦，你即摆甲我当做老狗。你点点啦，我叫你安尼做就是安尼做啦，有听无啦？是。1、2、3、4、50只小鸟。奇怪，嘿，我甲伊两个拢变歹咧，伊有做造船，我有做造飞机，我哪手袂起来啊？是讲手袂起来嘛爽。哇！自从我娘囝摕这粒给我了后吼，我听变来变去，我一定要利用这个宝贝吼，好好来做一寡地方上的善事。
你今日心情袂歹的款呢，阮伫5个外里路就听你咧唱歌。啊，煞毋知吼，自从你安尼送我即个发布了后吼，我利用伊安尼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吼，从今以后我绝对要发挥伊的功力，做一寡上事，所以我心情一定轻松的啊。袂歹，倒去的即个人吼，今日讲即句话上解我听。你这人算捌即个人情义理，知影知温报本。对啦对啦，这算我生爱甲恁知温报本诶，恁才袂落气。这有一句俗语叫做“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”，对吧？好，那阮甲你斗3工叫无定啊。对啦，爱了做西公级的迄吼，拄拄伫迄阮迄正身迄边吼，甲阮迄衫马吼，迄面交回落了后吼。讲叫我对后壁行，哇，无200公尺尔，讲行无50公尺，伊全无看人去啦，毋知走倒啦。我你去甲送转去厝里啦啦。哎哟，那遐赶紧啊！我想讲叫伊留落，我好好交代一下讲。讲解哦，听你咧交代人哦，爱米翁啊，空空菜拄啊，伫咧饲饭，你要用啥交代人啊？哦，娘囝，你著知影人你翁啊无米，你才共闹开。你即款遮坦白人，后工我人内裤破，你嘛去讲。好啊，袂啦，袂搁甲你逼啊啦。好啦好啦，都去哦，咱今日代志算拢圆满的解决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庆，我知。庆祝就是要爱我开啦，要叫我请啦。我身躯存一拄仔钱，硬硬要甲我挖出来。你咧用哪足艰苦哩？既然搁要请，免你出钱啦，阮穿好啊啦。你穿好啊哦？你早讲啊，我绝对参加。变怎过？啊，你进外来，你是要创啥啦？你叫我过。无啦，面向后壁。啊，转袂过呢。规个身躯总我袂会啦来，准备来，嘿。你这好转。足青草的，冲啊！噔噔噔噔，对啊吼，大面搁唱查某，互我斩着啊！逐看你都对甲着。